認識我嘅客人都知道我對家嘅觀念睇得特別重。公司做耐咗，好容易因為種種眼前嘅利誘變得迷失。所以我每朝早起身嘅時候，我都會拉開窗簾，望一望窗出邊嘅風景，然後就會提一提自己，千祈唔好做一個貪心嘅人，因為貪念會令到我忘記初衷，慢慢失去咗嗰份對裝修嘅熱誠。要好好感恩而家眼前擁有嘅嘢，要好好珍惜咁多年嚟得來不易嘅客人對我哋嘅支持同埋信任，唔好為咗接多張單同埋做快啲而影響咗品質。究竟公司嘅品牌定係營業額重要啲啊？究竟品質同埋盈利有邊一樣嘢重要啲呢？我兩樣都會選擇前者。我知道客人揾錢都唔容易，所以我哋要以誠信、品質去回饋返客人對我哋嘅支持同埋信任，用一顆最純粹嘅心、最真誠嘅心、最誠實嘅心去工作。我相信客人到最後一定感受到我哋嘅付出同埋我哋嘅努力。我每日最開心就係收咗工之後可以返屋企陪屋企人，而我同樣都希望客人每一日放咗工之後都會有一個好想返屋企嘅心，返到屋企同佢嘅屋企人，同佢心愛嘅人一齊喺我裝修嘅單位入邊編織一個又一個屬於佢哋嘅開心嘅回憶。